好多人以為 Nike 創辦人一出嚟就係商業奇才啦，一剔就勾出幾千億美金。但係事實上喺 Nike 成立嘅頭15年以嚟，佢每一日起身第一件事就係諗點樣去還錢俾銀行。佢甚至寫過話：我當時嘅人生其實就係不斷喺執笠嘅邊緣度跳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喵老闆，目前經營緊5間鋪頭。我之所以咁中意《鞋狗》呢本書，個書名好搞笑啊！其實因為呢，佢完全冇商業教科書嗰種離地嘅感覺，反而寫出咗我哋呢啲開鋪頭或者做生意嘅人最真實嘅痛。咁今日開始咧，我就會用5集嘅時間去帶大家進入呢個史上最熱血嘅創業故事。咁今日就係第1集啦，我哋一齊睇下作者點樣由一個瘋狂點子嘅開始，同埋佢點樣喺冇錢、冇人、冇背景嘅情況底下，踏出由0到1嘅第一步啦。咁呢個故事就發生喺1962年嘅。作者當年呢，就只係一個啱啱大學畢業、熱愛長跑嘅後生仔啦。咁佢就係一個好 crazy 嘅 idea，就係日本嘅相機呢，嗰陣時已經取替咗德國相機噶啦。咁日本嘅運動鞋係咪一樣可以取替貴到飛起嘅德國 Adidas 呢？嗰陣時美國根本就冇人睇好日本貨啦，甚至有好多人仲係仇視日本嘅添。但係作者就覺得呢個就係佢嘅秘密。佢冇錢啦，於是佢唯有厚住面皮問老豆借咗50蚊美金，一個人飛咗去日本神戶嗰度揾當時嗰陣嘅 Onizuka Tiger 去談判啦。咁呢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句，就係話創業初期嘅時候，你唔需要一個完美嘅商業計劃書，你需要嘅係一個好 crazy 嘅 idea， 同埋一份勇於踏出第一步嘅勇氣。即使咧全世界都覺得你係傻嘅，但係只要你睇到當中嗰個潛力咧，你就好應該放手去試一試啦。咁咧，作者喺書入邊就強調啦，佢創辦藍帶體育啦，即係 Nike 嘅前身啦嘅初衷根本就唔係為咗發達，佢純粹係因為真係太中意跑步啦。佢覺得如果大家咧可以着住更加好、更加平嘅鞋去跑步嘅話咧，咁世界會變得更加好咯。佢覺得。咁其實做實體鋪都一樣啦。如果你開頭嗰幾間純粹係淨係為咗賺快錢，你冇你自己嘅理念同埋堅持嘅時候咧，你一遇到困難嗰陣就好容易會放棄嘅。作者就話唔好停低 ，just keep going。創業嘅過程咧係痛苦嘅，唯一咧可以支持到你行落去嘅，就淨係你對嗰件產品或者嗰個服務嘅熱愛啦，嗰份熱情啊。如果你揾到一份工係令你覺得你自己唔係喺度做緊嘢，咁其實你已經贏咗一半㗎啦。咁我相信以下呢部分大家如果做老闆嘅話，聽完一定會好有共鳴啦。咁 Nike 咧喺頭10幾年咧生意額咧係年年都翻倍嘅，但係咧作者依然係窮到窿喎。咁點解啊？因為佢咧將所有賺翻嚟嘅錢全部都放晒落去投資下批貨嗰度啊！呢個就係實體生意最殘酷嘅地方，成長即係負債。銀行入邊見到佢嗰個賬戶永遠都係零，甚至係負數添，成日都想斬佢倉啦。但係作者每一日咧都要同銀行嗰邊嘅經理去講數，求佢哋繼續借錢俾佢。咁我就喺度提醒大家，如果你想開多幾間分店嘅話，你一定要有充足嘅心理準備啦。帳面賺錢其實真係唔代表你有錢落袋。點樣可以管理你嘅現金流？點樣可以喺擴張同埋破產之間攞到一個 balance 呢？
我相信呢一個都係每一個實體店嘅老闆必修嘅生死課嚟嘅。好啦，咁最後我哋可以講下 Nike 嘅初期團隊啦，佢哋自稱咧屁股臉啊，呢一班人呢，係冇一個所謂嘅商業精英喺度嘅，佢哋有嘅就係得坐輪椅嘅前運動員啦，有啲就係肥佬會計師，仲有啲係脾氣奇奇怪怪嘅長跑教練等等。佢哋會聚埋一齊開會，唯一會做嘅事就係互相辱罵同埋好大聲咁喺度爭論啦。但係咧，佢哋有一種邪教級嘅凝聚力。佢哋唔係為咗作者做嘢，而佢哋係為咗一個共同嘅信仰，就係打敗 Adidas 同埋證明自己係 OK 係 good 嘅。咁呢個團隊咧就話咗俾我哋聽，創業初期唔好揾啲履歷好靚但係冇心肝嘅專業人士去做嘢啊！幫你要揾嘅係嗰一班同你一樣有缺陷，但係肯幫你一齊搏晒老命嘅鞋狗啊！咁創業呢，始終都係一個好 crazy 嘅 idea。熱愛比賺錢更加可以令你支撐落去，同埋走得更加遠嘅。同埋現金流呢，係你一世嘅敵人啦，而你嘅第一批隊友就係決定咗你成間公司未來嘅靈魂。鞋狗呢個故事啱啱先開始啦，咁下一集呢，我就會同大家睇下作者點樣面對供應商嘅背叛，同埋點樣喺最絕望嘅時刻呢，佢被逼自立門戶咁樣創新咗一個新嘅品牌出嚟 Nike 啦，就係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你仲想繼續聽落去嘅話，你記得打開通知，咁就會即刻收到我最新出嘅片噶啦。如果你有咩其他書想聽我講嘅話，你都可以喺下邊留言話我知。我係咩老闆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